尋日咧就睇咗2部電影同2集電視劇，終於將絕命法官我追咗1個星期嘅電視劇，終於追完啦！呢套係近嚟香港比較出色同好睇嘅電視劇，係呢套咧係中港合作拍嘅，但係我都將佢撥為香港電視劇，因為裏面咧都係比較多香港嘅拍電視劇嘅手法啊，大部分都係香港明星啊，所以我就將佢列為係香港電視劇嘅。呢套電視劇咧係有一套以色列嘅電視劇 Quado 改編嘅 ，Quado 係希伯來語。意思就係法官大人。咁呢套劇本呢，除咗香港之外呢，仲俾9個國家改編咗做電視劇嘅。咁電視劇名呢，都係叫做法官大人。絕命法官呢套電視劇呢，開頭個名呢，其實叫做初九之血嘅，但係後來呢，就改做或者用咗絕命法官啦。呢套電視劇嘅陣容就厲害咯。咁有呢個胡杏兒同張家輝領導主演嘅。咁仲有一個內地明星曾舜晞，咁佢係做過咩電視劇呢？佢喺《倚天屠龍記》飾演張無忌嘅。咁仲有好多實力派嘅演員，例如包喜靜啊、張少輝啊、謝天華、許紹雄啊、張國強、林嘉華、魏來沙啊，太多啦！就係做配角都仲有呢個黃智雯啦。其他配角仲有呢個蔡思君啦、張柏康、谷祖琳，哇，太多！特別客串仲有好耐冇見到過嘅劉南光添啊！如果10分係滿分的話，咁呢套電視劇我會俾8分嘅，所以我係好中意睇呢套電視劇，亦都好欣賞嘅。好彩當佢哋買個劇本翻嚟呢，就冇亂改，所以呢裏面嘅劇情啊、個質素啊有頭有尾啊，比較完整，係好好睇嘅。咁呢套電視劇就冇冷場啦，其實一開頭呢就好緊張，由頭緊張到落尾，差唔多全部都係實力派嘅演員，咁當然演技就冇問題啦。咁啊仲有驚喜添，估唔到胡杏兒喺呢套電視劇呢拍得唔錯，演技有進步，值得嘉許啊！好，照舊好簡介咁講下呢套電視劇嘅大概內容啊。當然一貫作風，唔會劇透太多啦。咁劇情或者電視劇呢太長呢，亦都唔可以話成套講晒。咁呢套電視劇呢，就由一個交通意外開始嘅，咁就係一個年輕嘅私家車司機就撞傷咗一個揸電單車嘅司機嘅。嗰個年輕嘅私家車司機呢，咁啊第一次撞到人啦，咁就好驚，仲不顧而去，唔理嗰個傷者就逃離咗現場。咁嗰位年輕嘅司機嘅爸爸呢，就由呢個張家輝飾演嘅，咁佢係嗰個地方嘅大法官嚟嘅，仲要係出名，好似在世包青天咁公正嘅。咁佢本來呢，都想叫佢個仔去自首啊，點知發覺原來嗰個傷者呢，就係嗰個地方嘅超級黑幫嘅大仔韓江，所以呢，就改變咗主意啦。因為呢，你撞傷個咁嘅人呢，有命入呢個監獄都冇命出嚟嘅。咁呢套電視劇呢，都會有啲關於黑幫嘅仇殺啊、劇情嘅大反轉啊、正與邪啊。咁呢個身為大法官嘅張家輝究竟應該點做呢？係咪要隱瞞知法犯法呢？係唔係真係咁容易瞞天過海呢？咁啊，請各位有興趣嘅觀眾好好欣賞套電視劇。呢套電視劇喺 YouTube 仲可以免費睇到添，但係咧暫時嗰啲集數咧就未齊。如果心急要睇齊嗰啲集數咧，就可以去啲其他嘅串流平台嗰度睇嘅。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！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咁多謝各位觀眾嘅收聽同收看，記得臨走嘅4部曲啊，係咁先，拜拜咯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